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韩国瑜罢免案过关了后，高雄市议长柯坤元昨暗时对徛在对路楼骹过身，享受63岁。今仔日是台中卫戍防疫措施放令的第一天，进站的时也是爱挂喙罨，代替高铁开放白食室，车顶会当食物件。美国飞的查甫人弗洛伊德的案件引发全美国的抗争，目前已经进入第12天，示威的规模哪来哪大。昨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案确定通过了后，一路上拢一直真听伊的高雄市议长柯坤元，昨暗时对徛在楼顶对落楼骹过身。这个消息一个出来，韩国瑜就赶去现场慰问家属，嘛发文呼吁大家千万爱冷静。相关的调查也搁在进行当中，目前无发现遗失。高雄市议长柯坤元在所在楼骹放满鲜花蜡烛，要宗教团体来悼念。而早起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国民党秘书长李乾龙也赶来致意。而甲柯坤元有10几年真好交情的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甲太太摕着鲜花来悼念。伊伫接受访问的时阵，也哪讲哪哭。昨天知道这个2号，实在是非常令人痛心。所以今天早晨，我跟我内人就一定要到高雄，跟许议长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国民党高雄市议长柯坤元最后一摆公开出现是在5月18。这是伊伫小中风了后，搁再回来议会。伊上界关心的也是韩国瑜。这遮认真的团队，大家安尼嫌，看做偌济代志，对不对？柯坤元找到暗时对大所在17楼室内消息就传出来，韩国瑜赶紧去了解探视，伊有进前拢无啥物过样，伊太太真伤心，无法度接受。有部分的政治人物也伫面册猜测死亡原因。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是严厉谴责。所有的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对这个社会负责。不要在这个时候，在任何人的伤口上面撒盐。检方也开始侦办，遗体已经勘验好啊，并且问家属柯坤元在死之前是毋是有什么过样？现场有发现遗书吗？初步是没有发现，但是检察官仍持续指挥警方进行了解。柯坤元室内死亡的消息传出了后，灵堂设伫高雄殡仪馆进行厅，早起已经有真侪政治人物去悼念。又雄雄发生这种代志，大多数人拢不愿意接受访问，致意了后，真紧就离开啊。记者施宏报道。面对罢韩的结果，各方有无同款的看法。总统蔡英文就在面册表示，这个结果是予所有的政治人物上大的警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呼吁外界，给予韩国瑜一寡空间。另外，国民党爱改革的声音是搁再压起来。在党官议员陈鸿忠发出推动的声明，表示对国民党的乱象，伊选择要离开。高雄市民以93万张选票通过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总统蔡英文找了暗时伫面册表示，这个结果予所有政治人物真大警示，人民应互你权利应收回，希望各方拢能放下心情，唔通够彼此攻击。在谢建前总统府秘书长也是前高雄市长陈菊伫面册表示，人民的声音比任何统治者的权力较悬，佫是所有领导者的责任。要爱敬勿喜哈，这个任何从政人都应该要非常谨慎的。注意到民意的流动，那这在面对民意面前，我们都要顺时钟。台北市长原系去台中录广播节目，呼吁台湾社会爱先冷静落来。民众党是不是推派竞选参加高雄市长补选？目前无归回。所谓的民众党在高雄，它的占比本来就不多了，选议员还可以，如果选市长，也没有在安排说谁要选。南亚县市首长也拢表态，新北市长侯友宜去北里文化公园视察，针对罢韩结果，希望外界给予韩国瑜一寡空间，给韩市长一些时间跟空间沉淀，而且韩市长他永远会选择做他自己，我们要多给他多尊重。高雄市民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民进党的执政过度的民粹操纵，让很多所有的县市长非常的却步。
另外，国民党内部也有改革声音，把最过台东县议会副议长也是现任台东县议员陈鸿忠发出声明，即日起退出国民党，将做罢汉了后第一位退出国民党议员。声明表示，对国民党为中央甲地方长期的种种乱象，感觉痛心失望，才选择离开。国民党台东县党部是表示，会继续甲陈鸿忠努力沟通为留。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民的选择，敢有代表台湾人民什么款的态度？国际媒体是拢真关心。《华尔街日报》就指出，这是台湾选民甲亲近中国的市长赶落台。也若是中国的勇士，因分析罢免的结果，表示成功了后，国民党甲民进党的比拼也是继续战落去。半票以上，韩国瑜被罢免了高雄市长职位。中国中央电视台派出记者在高雄市四维行政中心连续报道上新罢免韩国瑜情形，随后也报出韩国瑜被罢免的新闻，并且分析在这摆选举了后，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的继续对立。挺韩阵营有可能会提出更多的报复性罢免案，由此造成台湾内部的进一步分裂。国际媒体真关心，《华尔街日报》以台湾民众用选票甲亲中市长赶落台为票题，讲韩国瑜是台湾上有名的亲中政治人物之一。报道指出，韩国瑜在5个月内底连续第2摆失败，代表台湾人民第2摆固执北京。新加坡《海峡时报》也报道，台湾的前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互上去的选民免职。报道也回顾今年1月总统大选时，韩国瑜惨败予民进党对手蔡英文。从去年下半年的总统大选，一直到今年的肺炎疫情，台湾社会内部反中情绪的一个投射，一定有在这里面的。对于韩国瑜被罢免，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伫面册发文，认为台湾人的选择是固执一个行入中联办，对中共一直是好的市长。学者是分析，在总统大选了后，反政党的情绪依然存在。韩国瑜被罢免，表示选民对亲中路线反感，一定会让两岸未来政治关系更加激荡，经济甲民间交流恐惊也慢慢降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看煞，咱做伙来迎接防疫的新生活。今仔日是大众运输防疫措施放零的第一天，伫捷运、台铁、甲高铁进站的所在，也是爱挂喙按量体温。但是进站了后，若是会当保持社交距离的话，就会当甲喙按摕落来。另外，商店嘛已经恢复卖食室，会当伫车顶食物件。国内疫情落来，6月7日起，坐大众运输喙按有条件会免挂，即要伫车厢内底保持社交距离，将要甲喙按摕落来。后一天，捷运站内底民众一个看起拢受挂喙按，站务人员摕着看板加强宣导。入去捷运站的时阵，也是爱挂喙按量体温。是疫情还没有完全好啊，所以我都不会脱掉口罩。戴口罩很闷，所以可以喘口气，你会觉得还是需要喘。对。有民众真赞成，因为喙按挂伤久，真正真翕。而大多数民众也是唔敢放松，因为车厢内底真开，依然无清楚社交距离到底是安怎来看。你如果要一直注意周围有没有人，然后把口罩脱下来，这样不会很麻烦。平常你觉得你判断得出来你跟别人的社交距离？我不知道。交通部宣布，6月7日起，喙按解除禁令了后，在台北捷运、双铁车厢内底，四周围无人，而且维持1.5公尺社交距离，将甲喙按摕起来。不过，坐高铁、台铁甲捷运伫入站时，依然爱挂喙按。上公车也必须爱挂喙按。而台铁也宣布，车顶恢复卖便当、开放饮食，不过是有情形限制。那在车上维持社交距离时候是可以饮食的。那如果邻座或旅客有佩戴口罩时，也是可以饮食。吃完赶快戴起来啊！对啊，因为有时候在路上比较不方便的话，肚子饿还是要先解决肚子饿的问题。受到疫情影响，双铁便当销量受到影响。初七双铁恢复卖便当，高铁也恢复列车、塞车卖物件，车顶自动贩卖机甲商务车厢的饮料。记者综合报道。过来今仔日同款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也就是讲，咱已经连续8礼拜无新的本土病例。指挥中心的逐工例行记者会嘛改做逐礼拜一遍。指挥官陈时中今仔日是呼吁民众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的时阵，就要会记得挂喙按。伊嘛建议宗教活动，亲像是设定的规模上限定立咧1000人较好。国内继续零确诊好成绩，连续56天无本土病例，防疫放零，各项措施解封。其中高雄旗山天后宫正做解封了后，第二举办社庆活动的宗教单位，指挥中心决定人数尽量以1000人为限。
那我们原则上是没有禁止，而且他的这个参与的民众是采报名制。所以基本上都可以联络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人士。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在每天的这个绕境的人数上，还是以1000人这样的一个，这样他也比较好掌握这个实际参与的人数。为1月之一，出现国内第一例境外移入武汉肺炎病例以来，指挥中心逐天农历说明已经开164场记者会。如今配合解封也暂时结束，未来改回每礼拜1摆。想起这段防疫历程，防疫监测组组长周志豪讲，白牌车司机确诊加北部病院以来感染会上烦恼。所谓的白牌车司机的时候，那看到有些的病例，我们在社区这样子找，很担心说还是不晓得散得多大。幸好也很好，那我们的确是框得很周延。台湾维持443例确诊，其中境外移入352人，本土病例55人，中部南队36人，伫全球有疫情的187个国家中排名168名，国内已经超过108000人检验，伫全球排名第3。被解封的时候，就个人的防线绝对不能放，遵从度越高，那我们的抵抗力就越好，那边境就可以开放的越大胆。那换句话说，经济的活动各方面世界的连结也可以做得更好。指挥中心甲中研院模拟的防疫情景，那未来边境开放了后，8成民众维持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疫情团继续守住。若是无6成人遵守原则，医疗体系恐惊挡袂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非裔查甫人弗洛伊德因为白人警察执法伤过超过来死亡，这引发全国性的抗争。目前已经第12天，而且规模阁哪来哪大。国际之间嘛有愈来愈侪人斗赞声。美国华府找到示威者以标语甲口号，和平表达反对种族歧视甲警察过度执法的诉求。当时参加人数有20万人，因讲是华府史上规模上大一摆。市中心透早就开始管制交通，抗争新代表正对白宫的16家乌人命也是命广场，人是目睭睭，好加在游行气氛平和，无任何人被抓，也无重大冲突。当日，总统川普人就伫白宫内底无公开行程。It feels good. It feels like I get to be a part of history and a part of the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change the world for everyone. Not enough change. We've got a long way to go. 切到全美国各大都市的示威者，唔惊天气热拢出来。旧金山地标金门大桥顶悬拢是人。大苹果、纽约市民下过布鲁克林桥，进入曼哈顿下城区华盛顿广场公园有名地标，也拢是人。同一时间，受害者弗洛伊德的追思仪式伫伊出席的故乡北卡罗来纳州热德富市举行。英国有名围标艺术家班克斯前日也伫社群平台发表新作品，一拍报告馆内人上四周围放鲜花蜡烛，这回已经烧到后边的美国国旗。暗示种族问题，怒火已经呛滚。一个反种族歧视抗争条公布拖到海外，引发整个连日的街路抗争持续发生悬。切入南韩甲日本示威者也对咧做。A few years back, Black Lives Matter was just kind of like an American movement, but now like everybody in the world's doing it. So I think it's going to lead to a lot of great things if we just keep this energy going. 日本东京涩谷街路，车站也出现数百名反对警察暴力执法的示威者，相关弗洛伊德家伫日本境内常常遭受差别待遇、求助无门的外籍人士。记者综合报道。白人警察执法过动的风波嘛，传来到台湾。有公民团体今仔日下晡伫美国在台协会外口，声援反种族歧视的抗争运动，而且谴责美国警察的暴力行为，就甲香港警察暴力定案同款意思。不与习近平才是暴徒。公民团体、国际社会注意渐渐大喊乌人的命也是命，反对警察暴力。因对捷运站行到美国在台协会外口示威抗议，因为美国白人警察执法超过，和非洲的查甫人弗洛伊德死亡。因声援反种族歧视抗争，并且谴责暴力行为，就亲像是香港警方的镇压。中共政府以及美国政府都动用了很大规模的催泪弹啊、橡胶子弹啊，同样的有很多示威者也是一样被眼睛打残啊，这种行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一样的。
弗洛伊德死亡全美掀起示威抗议，种族抗争怒火更加拖到国际。不过，国际社会主义坚持讲，美国总统川普想要用武力镇压示威者，也讲抗争运动遭到恐怖组织操控。伊认为这恐怖手段加中共挑化侮辱香港民主运动是同款的，想要用暴力加白菜话压制反抗声音。黑人与工人阶级需要去团结起来，去改变。整个造成经济不平等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可能真正的去消灭种族主义以及歧视。洪秀虎讲，在美国的姊妹会社会主义替代主张建设工人阶级政党，希望经由选举挑战美国两大党来消除种族歧视。不过，随着全美各地示威规模搁再升级，国际间也陆续要求美国爱好好来重视面对种族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洪罢免了后，按照规定3个月内爱补选，也就是9月12之前爱选出新的高雄市长。民进党这边会塞什么人出来选？拜3中常会讨论。若是国民党，因到底会找什么人来拍这场选战？各界拢真关注。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国民党真无简单。为民进党执政10年，手中摕到市长宝座，即嘛无啊？按照规定，卡数韩国瑜无提出选举无效之诉。9月12日进前，爱举办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到底要杀什么人出来应战呢？进前呼声真悬的副市长李树川，甲即嘛户口拢无迁入高雄，宣告无可能。顶一摆伫位选战失利的黄兆顺是资深立委，进前也参选过高雄市长，外界认为是可能竞选。另外，前不分区立委陈义民，顶一摆伫国民党党内初选有出线表达意愿，暗过拜贺韩国瑜。除了这2个人以外，也有人画出现任议员黄碧玲。大概全党上下没有人会现在在讨论这个问题啦哈，那只是说可能在沉淀那个几天，必须思考。伫民进党方面，进前甲韩国瑜拼甲真厉害，但期迈是毋是有可能够出来选呢？也搁要等民进党中常会来讨论。下礼拜3或下下礼拜3可能会针对高雄市长、民党的提名或征召会做出一些决定，但在代理市长方面，我觉得其实中央派谁都可以。副总统赖清德拄路南参加活动，对敏感话题是无要讲。未来要补选的还有议长，国民党也是议会大多数。柯坤元进前因为破病休困的时阵，拢是副议长陆小比来代替。陆小比对议事规则真熟，阁是资深议员，正做上可能的议长竞选。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台湾国内已经50多天无武汉肺炎的本土病例，但是真侪国家也未开放边境的管制。波兰就是其中一个。不过经过波兰航空甲咱斗3天，调入咧波兰的台湾人，今仔日透早已经坐包机返来台湾。无人机慢慢降落，开入停机坪。波兰航空包机载着116名留伫波兰的学生甲大商返来台湾。经过13点钟的飞行，将有在初7透早顺利到桃园机场。有学生就讲，当地疫情依然是真严重，边境管制拢还未开放，真欢喜用坐包机返来台湾。至少因为学期结束了，所以也蛮开心的，对。对，现在还在暑伏。然后他们好像要等到6月15号才会决定说要不要就是开边境这样子，因为这次是包机，就是从波兰直飞，不然原本没有这种班机。伫波兰返来台湾的民众，大水暗也有护目镜，穿着防护衫，因一路飞行机经过各项检查了后，波兰台湾办事处讲，即摆伫波兰航空协助下，200位民众对华沙坐飞行机透早6点才到台湾。而这是台湾甲波兰头一摆载客直航。无论如何，我们真的今天把它做到了，就是让大家很顺利的回到台湾来。我觉得是一个感觉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安排包机的业者指出，用包机作业真无简单，除了航班费用，航空公司也要确定航款问题，甚至在无法通过中国领空的情况下，航线也必须要驶路。不过，经过1个月时间，将有出行包机返来。而除了初7的班机以外，未来也有3个航次的波兰航空班机会载民众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亚洲的疫情，南韩最近群聚感染的案件是继续摊开，昨一天就增加57例。若是日本东京，是连续7天新增加的病例数拢有双位数。少年人甲夜店是正做防疫的重点。
为了防止第二波新冠病毒疫情过来，东京都车里单独发布东京警报，呼吁民众继续提悬警觉来防范疫情，以免恢复到紧急状态，搁再伤害经济。不过警报发布以来，头一摆六，市中心五大车站周边的人明显增加，恢复到疫情进前的6成到8成。而随着管制放松，6个以来一天新增加比例拢达到2位数。初7新增加14例，是4天以来头一摆下降到20人以下。而其中6例拢甲亚新华商业区有关系。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川甲东京都地区小吃百合子明显感受到危机。初7召开中央地方专家会议，努力防止疫情在夜店甲少年人中间加速拓开。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小吃百合子又已在初7宣布，要参加7月7号的东京都地区连任选战。伊伫防疫期间声量大大增加，这摆选战也以防疫政绩为主要诉求。镜头转到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通报，到初7透早为止，24小时内底新增加57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由最近老人保健品直销公司甲乒乓球场的互相烧话确诊病例也伫增加，加上进前首尔梨泰院夜店、甲经济道物流中心以及首都区9街互相烧话感染继续发生，已经连续2天新增加病例拢超过50例，即阵总计确诊人数11776例，死亡273例，有951人正伫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地方消息，全台湾上界长的吊桥南投信义的七彩吊桥，进前受到疫情影响是延后开放。6月20日，总算要正式开放，予游客入去佚佗哦。亲像菜径同款的楼梯总长度全国第一，有342公尺长。在南投县信义乡上龙水桥的七彩景观吊桥，也无正式开放，已经吸引真侪人来翕相。就你走一段，它都会步道那个桥都会颜色不一样，拍起来很漂亮。造价差不多6000万的七彩景观吊桥，原本今年4月就要开放，不过受疫情影响，延到6月20日才开放。目前采用网络订票，订票的人有真多。那目前我们一上网将近4天那目前已经涌入超过大概7000多人上网来订购。国内武汉肺炎疫情等候初7开始防疫解封，不少人趁假日好天气出门行搭。台南虎头埤风景区人是真多，对是不是还阁爱挂嘴安，很可尊重游客意愿。口罩的部分因为我们目前还是配合如果是在达到社交距离的方式之下，我们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中华县鹿港镇假日也是人真多，老街餐厅满满拢是人，大部分的人已经拢无挂嘴安，有人已经习惯是感觉挂嘴安较安心。是感觉讲这么很安全啊，真安全啊，嘛较无迄个戒心啊。大概有一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戴啦，少部分还是会戴，对。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防疫新生活确实应保持社交距离，等于免挂嘴安，确实免维持，也是请民众一定爱挂嘴安。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年度的大代志王公渔火节，当年举办的日子是由县长跋杯来决定。今年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进前2遍拢是跋无杯，即马过来防疫是真成功。中华县的县长王惠美，搁在青石妈祖，总算决定伫咧8月15甲16这2天来举办。中华县长王惠美来到彰化王景福海宫，跋杯青石妈祖有关王景渔火节的举办日期，即届顺利连续跋出3个圣杯，就决定今年的王景渔火节就伫咧8月15甲16号来举办。第1个礼拜、第2个礼拜、第3个礼拜一跋拢是无杯，到第4个礼拜一跋3杯在哦，所以这个新名拢有稳哦，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暑假期间来参加我们的王公渔火节。中华县府表示，王景渔火节已经连续举办16年。根据传统，每年伫咧过年了后，拢会由县长来到福海宫跋杯，请示妈祖举办日期。但是今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2度跋无杯。今麦中医确定会使如期举办，地方上嘛相当的欢喜。欢迎咱所有游客来到王景深入一年绝对是无共款的。今年咱渔会这边加完了是一个协办单位，这个烟火渔会1.5亿就讲过，今年再次加码。
中华县府指出，王景戏会节是当地年度盛事，嘛是推广在地产业的好时机。今年将会分做客福嘉年华、海洋音乐节、放烟火，也有地方好食的物件等4大主题来举办。另外，青人烘蚵仔的活动嘛继续，希望解封了后，会使予当地观光人潮回流。记者张华综合报道。这回来关心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是25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是23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50年代、60年一大堆爱国歌曲，咱查资料查一条叫做《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保卫大台湾吼。听讲是去互阿强啊吼，改做保卫大台湾。国民党都袂爽，拢啊禁标啦。街头含尾咧唱保卫大台湾吼，改做斗火车到担一碗2角半。有影歪去啊！讲俗语，听故事，捌台湾。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关灯。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看到我就知影，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介绍小满了后刷落来的这块蒙井。蒙井汉字写作蒙井，罗马字写作母王蒙，子应井。蒙第5条，井第2条。蒙井差不多拢伫新历的6月初5到6月初7迄卡斗。蒙井这2字就是稻啊结穗的意思。这个时阵天气要开始炎热，黄山雨话袂声，要种植农作物较无效。蒙井的时，西瓜乃至山影这热人的果子嘛开始上市啊！这个果子拢是鲜的，我足爱食的，尤其做成串冰嘛真赞。伫炎热的天气，通互咱体凉。除了果子，讨海人这阵海东嘛真有，伫嘉南、平湖、台南外海有小港啊。高雄外海有小床，苏澳甲小琉球的外海有北欧。有介意食海鲜的朋友，行，咱做伙来去台南食小港仔米粉。甲蒙井有牵卡的俗语有：4月蒙井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意思就是讲，蒙井迄天若落雨，就会落到5月，所以5月就无大土。到6月时，若是好天，就会热甲像火咧烧，足热足热。佫有一句俗语是“蒙井野，讨无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蒙井了后，百花的花期拢过去啊。即阵的尾叶已经无花粉通采，无通食啊！你会枵死！
梦境结穗，小光啊，小床，被乌。4月梦境雨，5月无大土，6月火烧煲。梦境野，讨无食。趁即马这块行到梦境，西瓜山影当着时，我要紧来去加食寡。安尼，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